希望大家可以賞面點讚，未訂閱嘅記得訂閱、點讚、分享，係完全免費㗎，多謝。將牛油果小心切開一半，因為一陣會利用個皮嚟做個兜兜。將牛油果肉用匙羹攞咗佢出嚟，放入攪拌機度。牛油果皮就留返備用。呢度我都想學下 Jamie Oliver 點樣整碎啲朱古力，可以釋放壓力。下面煮滾一煲水，上面放一個容器，咩都唔使放，淨係放朱古力。咁做係要將朱古力完全融化。將溶咗嘅朱古力用個掃落去牛油果皮度，然後放入雪櫃雪10分鐘，再攞返出嚟，再掃一層，再放返入雪櫃10分鐘，重複，要掃3層。雪完嘅成品，搣咗個牛油果皮，就係個朱古力兜兜，愛嚟放生果做裝飾。將剩低大概一半嘅朱古力放入攪拌機度。如果你冇香草醬 （vanilla paste）， 可以用香草精 （vanilla essence）、vanilla extract 代替，份量一樣。咩叫 pinch of salt 呢？兩隻手指可以夾住嘅鹽，你夾得幾多，嗰度就係1執鹽。